種男孩子，也許只能如此，但我會成為你最牽掛的一個女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nny。最近迷上咗一樣小玩意，就係噔噔智能手提 KTV。因為個輕便度可以單手拎起就走，所以特別適合家庭聚會、野餐露營、會議團建。家庭聚會嘅時候，屋企都有個咪霸親戚。係啦，嗰個就係我啦。除咗咪霸之外，我仲係一個電視迷。睇下有愛奇藝㗎，估唔到真係有部機一次滿足我兩大愛好啊！話埋俾你知，點歌除咗觸屏之外，仲可以手機掃碼。仲有一個最簡單嘅方法，就係撳住呢個咪嘅中間，對住佢講出歌名。野孩子，已為您添加曲目。明知愛這種男孩子，也許只能如此，但我會成為你最牽掛的一個女子。呢個咪咁方便，梗係唔單止淨係我唱啦，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可以輕鬆點歌啊！用完之後直接放落去充電，去露營嘅時候佢仲可以做一個應急充電寶，會議團建插上高清線，直接穩定投屏。一款集咁多優點嘅智能手提 KTV 推薦俾你哋。